香港青年協會喺2005年7月推出香港青年創業計劃。喺我哋嘅經驗裏邊，發覺好多年青人咧都係渴望喺創業路上邊大展拳腳，一嘗當老闆嘅滋味。青年創業秘笈將會走訪本地新進嘅創業年青朋友，搜羅不同青年創業家嘅創業故事同埋佢哋嘅特質，等佢哋喺創業路上邊有前人嘅經驗作為參考，配合創業導師嘅分析，讓年青人可以了解自己係咪具有創業家應有嘅性格特質，協助評估自己嘅人格係咪適合投入創業嘅行列。青年創業秘笈將會出版1000本，免費送贈俾有意創業嘅年青朋友，等佢哋可以喺創業嘅路上邊吸取前人嘅經驗作為參考，成功創業。